为吸引厂商进驻，鼓励台商回流投资台南，让台商甲国际厂商会用进入台南，协助解决有缺的产业用地不足的问题。台南市政府经发局今年委由中华民国不动产经纪人联合总会来规划执行，透过公私协力的方式，结合民间各不动产经纪人工会协力参与，建立产业投资标的的供需媒合的平台系统，协助提供产业的用地供需媒合的资源加服务。在每个地方都一样，过去所提的五缺，其中一缺就是土地，所以呢，我们工业用地或者是说产业产发用地事实上是非常稀有财的。那过去因为都常常只是在私人的手中，可是却没有实际开发，还在那边待价而沽，实际上是蛮可惜的。所以如何能够建立一个平台，让供需双方能够在最短的时间内，找到所需要的土地，能够及时投入生产，这变得非常重要。因此，我们很高兴能够建立产业投资标的供需媒合平台，能够让许多不动产业者以及让这个工厂业者还有研发业者，能够在很快的时间内，借着政府以及不动产业者的帮忙，能够找到土地，能够谈到一个好适合的价钱，能够赶快成交建厂设厂，这是最重要的。我们避免成为蚊子馆，也避免土地成为在那边长草的土地，而是要投入生产，真正能达到地尽其力。那所以呢，希望说这个媒合平台能够很快的发挥作用，能够让台南的产业发展能够再更上一层楼。下午的媒合平台说明会包括市长黄伟泰、经发局长陈凯琳、行政院洪嘉南联合服务中心的副执行长王凯旋，以及中华民国不动产经纪人联合总会理事长谢宗彦嘛拢亲自出席，还有不动产相关产业工会、协会、甲职业工会等11个单位协办。现场超过40间不动产经纪业者甲不动产经纪人员共同出席参与。在经发局长陈凯琳的详细简报以后，市长嘛甲所有人员来翕相留念，为台南的产业投资供需媒合来共同努力。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